对。他今天早上他一直说他会很胖很胖。我跟他讲说，就是你肋骨都断了，所以腰会更小1号的。对。那空中飞人立德会呢，在不久前除夕夜的夜晚，也在红白艺能大赏小巨蛋舞台做了空中的表演，备受好评哦。是他受伤的时候你在哪里？然后你得知消息的时候。我在桃园，然后他在台北上课。那我得知消息是他传一个讯息给我说，我练习的时候受伤了。我当时吓死了。然后他又传影片给我，就是他从环摔撞到肋骨那一段。那我想说，因为那时候刚好是6点半7点的时候，台北正在塞车还下雨。那我想说，那就不要讲别的事情，直接叫计程车，先回到桃园，我们先检查，检查过后我们才能做应对这样子。对啊，那他也是蛮坚强的，就是因为你知道他很特别，就是我有肋骨断掉，我肋骨断掉当下我是起不来的，对啊，但他断了2根，他还可以跟我就是一路传讯息，然后坐计程车回来，然后还撑到骨科这样子。当下有特别怎么样安慰他？我当下其实因为其实我很慌，然后我也觉得很害怕，因为肋骨断掉有可能会伤到你的肺部嘛。但是我当他告诉自己说，我绝对不能慌，我绝对要保持最冷静，因为他已经很慌了。那我就要保持最冷静的那个状态，给他一个依靠，给他一个安全感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是强撑的，就是我每一件事情都非常冷静，然后我联络所有的事情，然后安排医院，然后去接他这样子。好险有他很冷静，因为我在当下。医生跟我说是骨折，然后我还跟医生说怎么可能，然后我就大哭，可是越哭越痛，然后他就说你先不要哭，你越哭会越痛，他就很冷静地告诉我这样，就是他会把我情绪抓回来。那立德会身上还是有束腰吗？有肋骨固定带。他肋骨固定带是穿在他的 T 恤里面的。对。他今天早上他一直说他会很胖很胖。我跟他讲说，就是你肋骨都断了，所以腰会更小1号的。对。肋骨是真的，是真的会小，真的蛮不一样的。我有看左右边的肋骨，就是左边的肋骨一条一条漂漂亮亮，右边的肋骨就有一个凹洞。所以你就小了1寸嘛。真的有小一点。有小1寸。对。